董辉的手夹。董辉，亮起来！大爷，我是犯什么罪？想要要抓我？有人告你抢劫。抢劫？师傅，我把阿管出来。连主，通盘遐我拢安踏好势，就敢等你这个证人尔。是。阿管啊，你知安怎做吼？我知啊。啊，林主管，你答应我代志。放心啦，我会记你，你赶紧去。无问题。连主。董辉，你将信将来。大爷，我唔捌抢过任何人，请大人明察。你唔捌抢过任何人，无你身躯边的人拢是食饱受衣无代志通做，走来公堂耍的哟。因是安怎唔告别人，偏偏爱告你？大爷，陈伟讲的句句实话。你莫讲辩解，你人掠你使，阮遮就平安无代志。你一走来干嘛难，就发生遐尔侪手案，敢讲这拢是巧合？大爷，我唔知影代志哪会这么拄好，但是会当我甲国外人对质。好，做你问。多谢大人。恁大家看我真重，我敢是抢人的人。伊有够好面啊，啊不过有块面呢。大人啊，伊讲伊是董辉啦，手骨夹一个波头。大爷，你拢听到吼？抢劫的人是好面，看袂到面容，根本就袂用证明是我。第二，波头鸡啊满满是，总袂用讲摕一个波头就认定是我。话安尼讲是无毋对，啊，毋过嘛袂因为安尼就证明你毋是抢劫的人。你应该爱提出充分的证据，证明你毋是抢劫的人。大爷，代志敢若毋是安尼哦，应该是因爱提出证据，证明抢劫的人是我才对啊。好，你有啥会当提出充分的证据，证明讲抢劫是陈辉做的？不过大人，我看伊的体格有淡薄仔神，啊，毋过伊的声音无啥神呢。毋过声音有神无神遐无重要，重要是即个脚落脚，啊唱来你咧脚硬。我感觉亲像伊咧。到底是落还是下？是肥还是瘦？啊！你安尼一人讲一项，本官是要哪办案啊？但你啥做啊？实在是你刚互抢的时阵伤紧张，无我就看详细呢。报告大人，我有看真详细。阿官啊，那如果是你啊，你上出公堂，该当何罪？大人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是要来证明陈辉有罪啊。你紧讲。我嘛是向抢的人之一。迄天伊虽然是服面地的，但是我伫咧反抗的时候咯，捌甲伊的服面经扭落来，有看到伊的真面目啊！你是啥物人啊？你哪会来胡白讲？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想要陷害我？我无陷害你啊！你确实是这话人，你不手啦！大人啊，请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。我既然服面，就是无爱互人看到我。既然我互你看到，我一定杀你。我是要来帮你走嘞。无对，你是要杀我袂巧啊！但是迄天我加上我命大，走你紧，啊，若无我嘛无可能徛咱来做证人啊！你这人讲白贼，随时拢袂拍干吼。老鬼啊！陈辉，你即摆有啥物话通讲？大姐，这个人讲的话，拢是白贼话。报告大人，我愿意当你就抓。来人啊！在，把陈辉押落去，听老师话。莫靠我，小主，莫叫我，我唔捌
你怨过啊，我唔捌叫你原谅我，已经离开清源社，我找足久，才找着你，你有替你抹药啊，好唔？唔对，你莫假啊！啥物人知影？你搁咧想啥物？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要对待我帮你伤心，互你自由。你是我这世人除了原谅以外，对你上好的查某人。想袂到你稳中受报，你竟然串通伙计演来害我！你讲，你想要做？你想要做？你想要打？你是来我的想？你是来我的想？你若是甲我电视，你会较好过，我愿意死在你的手头。免讲，我唔相信，我以后拢不听你的话啊！你走，你甲我走，小祖，你甲我走，叫你走，我叫你走，走。我有替你炸饭菜来，互你食。以后逐工我都有替你炸来。唔免，我不爱吃，不爱吃，你等，你等。老爷，小姐药啊做好啊。永兰，永兰，起来吃药啊！吼，永兰，你莫安尼，阿爹看到你安尼，我嘛足艰苦。代志都已经到这来啊，你着看较开者嘛。小姐，老爷，你伫咧哭呢？阿爹，我莫哭，我莫哭，阿爹。永兰，你自细汉你奶奶就来过世，阿爹一个人是无兼无尽，甲你抚养大。我予你食上好，穿上好，唔敢骂你，唔敢拍你，而且我唔敢娶后你，我就是惊你食苦，你知影？阿爹，今仔日你为着感情的代志，阿爹竟然无着人帮助你，你知阿爹看到你啊？我心肝肝占在位，你知无？永兰，你即马感冒，一定爱食药啊！要若无你有3顿2底，阿爹是要安怎？阿爹，我听你的话，我食药啊。安尼才是阿爹乖查某囝。永兰，亲像阿辉这款人，唔知好歹，你何必都为得伤心呢？阿爹会当替你
找一瓶后悔，搁好1000杯10000杯啦。有一世人，拢袂讲感情的代志。这要哪用的？你是我区台中的高潮囝呢，区家乡会以后嘛会看你。向南，阿南这个人袂歹，伊有能力，这回接受清源社，伊的功劳上大。阿爹，你定是接受清源社，我哪拢唔知影。你一日到晚你的代志，你从来都唔爱烦恼阿爹的代志，你本来知影。今嘛接受清源社，咱开医院的干嘛啦？应该算讲上大的财主啊！啊，不过你安尼做，等于是甲原日姐作对。那安尼原日姐会挽回你一世人啊！会啦，我一定会做到，互伊未来爱我。而且，而且安怎？好啦，咱就莫讲。咱即马来讲清源社，阿南这回会用互我对伊真大一个肯定。咱的事业愈来愈大，阿爹家己一人，嘛无法度通去照顾遐尼济。假使恁来当嫁阿南，一定会全力来替咱昆医院效劳。嫁予阿南，阿爹，你这是咧利用我。你何必都讲甲遐尼歹听？你讲啥？阿爹嘛会闹呢。从今以后，昆医院的财产遐尼多，你家己一个查某人，你敢无多人会接受？阿南会介意你，一定心甘情愿，全部拢听你。阿爹，你为什么这么信任阿南？清源社对伊有恩情，伊拢会当放袂记你，替咱设计清源社。敢讲你唔惊，以后伊会翻头来设计你？这放心啦，这阿爹拢有考虑过。阿爹今仔当带甘仔人拍出一片天呢，阿爹敢就遐尼简单是？无可能，就算我这世人拢嫁袂出去，我嘛袂嫁予阿南。你好啦好啦，咱即马莫讲这代志，你药啊一定食落，好好休困者。阿娘，我照顾小姐。是。师傅，我已经把清源社所有名册拢整理出来，专工来向师傅你报。清源社拢总有地行5间，钱庄2间，也阁有咖啡行。清源社的产业遐尼济，啊你也一时报无出，我嘛记袂了。讲重点就。是，师傅，总共一句清源社所有产业拢伫这本簿仔内底。师傅若是想要看，随时现这本簿仔就会用。你的能力袂歹，当当时我选你做昆医院的总管，确实无选对。师傅对阿南的爱护，我会永远记伫心肝内。阿南愿意一世人追随师傅，替师傅你效力。我也袂亏待你啦。阿南，阿辉用伊咧教育代志，千万都唔通互向人知影，看免佫出代志。我知。我做乜？所以令過年嚟做。阿南，清源社即摆已经伫咱的手头，以前的人是毋是有需要介念头？你家己做决定，也阁有你爱会记的，向南是上无爱人去抢伊家己的物件。我知。水，你是走来这要创啥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莫凊彩来公园找我。你莫来找我，我敢会当来遮找你啊？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拄仔接受清源社，佫真无用呢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自然就会去找你啊。你是咧着急啥啦？啊，毋过我的心肝内有够艰苦，我想要找你讲啊。有啥物代志？赶紧讲啦！我找着蔡囡仔，不过我看到伊安尼，
实在有够艰苦。你后悔啊？我唔知影，我想要甲你斗3工，不过我的良心阁袂抵过。阿兰，你是咧哭啥啦？你赶紧回去，我无想要人看到我甲你伫遮救人。你是惊啥快？我，哎呀，回日了，你紧走就死啊啦！阿兰，你变啦？你变到足绝情的啊？是毋是你要摕的物件紧到手啊？我无利用的价值啊，你就无爱插我。你要安尼想，我嘛无法度啦。即马连解释都唔。阿兰，为着你，我违背良心，帮助你母到清源社，搁替你瞒骗区台中，将杨道书的名改做。对，你讲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代志绝对袂用泄露出去。这种代志若是别靠，我所做一切都拢会白费啊！你已经会当自圆门户啊！你搁咧等啥？假袂，我的骹包打了会真知。等我若确定万无一失的时阵，我才会做一遍对阮所有的人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的骹包打了会真知。等我若确定万无一失的时阵，我才会做一遍对阮所有的人。伫我未完全有把握的时阵，我免去打草惊蛇。水妹，你先回去啊！等我的计划若成功了后，我会去找你。你敢真正来找我？当然啦，水妹，我的一切拢是你予我的，我哪可能亏待你啊？赶紧回去。大孙啊，大孙，姐啊，你有找到？无啊，你也找无哟。规个柑仔栏拢咧找透透，就是看无大孙啊。奇怪，伊到底是会走去倒位？伊是走去倒位啦？姐啊，敢讲大孙兄离开柑仔栏去别个所在？无可能，一个鸦片食条的人，若是无鸦片，伊绝对是走袂远。伊一定还阁留伫柑仔栏，是像早咱唔知伊伫倒位呢。虽然，你知影我是安怎拍你哦？你是安怎要害伊？是安怎？你要创啥？我要将你的心肝破开，看你的火是毋是冷的，看你是毋是用啥做的。你动手，我死了后就唔知啥物是痛苦。你还有痛苦？假使你若真是有痛苦，你就袂帮助军医院来逼倒清源社。王小姐，你动手，我无话通讲。我无要杀你，个人作业个人担。我相信天公伯啊，总有一天一定有好人一个交代。你走。你是要走唔走？阮姐也叫你走，你紧走哦。我是要亲像阮姐迄样忍心啦。走啊！
咧找错小组长，我知影你倒。伫倒位？大水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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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走去倒位？退好啦，无好啦，我才无分啦。袂用诶，对今仔开始，袂用无你搁再放后片啦。大水啊！我挡袂住啊！开紧来啦！我挡袂住啊！开紧来啦！大水啊！好啦，大水啊！好吧，啊，你来哦，来，你要内面坐啦。阿姆啊，这碟鸡个沙地吧吼，我是专工摕来给你的啦。那就这功夫啦。啊，这贵重的物件，恁留咧家己食就好啊。恁人来吼，我就足欢喜的啊啦。阿姆啊，等候阿辉吼，若甲阮小妹成亲了吼，咱就真正免了客气啦。爸母阿姑啊，物件摕入去，顺续甲咱咧拼拼。是。安尼啦，好意思啦，唔免啦。阿姆啊，阮这座落山吼，是要知影阿辉甲阮小妹婚事，啊，即马是准备了安怎？阿辉咧？啊，伊无伫的啦。无伫的，伊去倒位？去找香兰啦。找香兰？阿姆，阿辉就要娶我，伊哪会去找香兰啦？有吧？你莫误会啦。啊，香兰对阮阿辉的感情，你嘛是知影。啊，但即马阮阿辉要娶你做某啊，啊，这以情以理，伊嘛是应该去人兜吼，讲交代一下啊。若是讲哦，伊是去交代一个，我是袂生气啦。啊，毋过我是烦恼，阿辉会互香兰怪气，留伫咧遐娶香兰，无要倒转来啊。有吧？你免着急啦，阿辉应该安尼土地拢伫咧遮，伊无可能互无倒转来啦。好吧？过来阿辉就是你的翁啊，啊你无相信家己的翁，你是要相信什么人？我是惊讲，就算伊倒转来，也可能已经甲香兰成亲啊。到时阵我要安怎？我要安怎咧？哎呀，我要去找阿辉，我要去找阿辉啦！哎呀，有吧？啊，你甲讲谎就是好啦。阿辉毋是歹人，伊甲咱共款拢是讲信用的人，你一定要相信伊，吼。囝是我爱的，伊的个性我足了解。若阿辉吼袂凊彩共答应，伊若是答应，伊绝对会做甲到。阿姆，我相信阿辉，啊，毋过我无法度相信香兰啦。好吧，你莫胡白想啦。过两天好，阿辉若无倒转来，阿兄才陪你来找伊，吼。你是要台湾偌好佚佗？啊，没啊啦。春啊，咱等下登山无？阿兄，皇上对你的期望遐尔大，为了要完成皇上交代的任务，搁较咱辛苦，咱嘛爱忍耐啊。春啊，我会使莫做金车无？袂用的啦，安尼是控制，到时阵你又无官他做。哎呦，我本来就无想要做什么官。阿兄，免兄啦，咱做人大丈夫哦，讲歹做就歹做啦。好啊，既然你无想要做，我嘛无勉强你。今日即摆就等下登山享福。真是嘞，你无骗我哦？我当然嘛无甲你骗。哦，你愈来愈古锥呢。阿春啊，咱即摆等下登山吼，咱就甲皇帝讲，讲这人哦，生活拢足富裕的，啊，这官哦拢足清廉的，凊彩甲讲过的，为着皇帝也要来台湾啊咧。你讲了足有道理的呢。啊，即摆人哦，管家己的代志就袂分，哪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吼？对。我再讲，这百姓敢若若无钱无食无烟无顾，因的生活敢若有啥物地带？对。啊，若纳重税，欠冤枉坐监，迄嘛是应该。谁叫伊要出事哩？谁叫伊要拄着贪官污吏吼？对。唔对，
迄人要出世伫倒位吼，迄是天公伯爷安排呢，啊，毋是人会当选择的啊啦。既然是天公伯爷安排，安尼更加袂用怨叹，若要怨叹，就怨叹家己歹命。你讲安尼愈毋对，迄人哦歹命就可怜安尼，啊若拄着迄个贪官哦，迄食钱官，迄毋愈侥幸。哦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叫你甲百岁斗相共，你也毋肯啊？我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迄人哦歹命就可怜安尼，啊若拄着迄个贪官哦，迄食钱官，迄毋愈侥幸。哦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叫你甲百岁斗相共，你也毋肯啊？我。金妈，啊你是咧哭啥啦？我囝去门的人遐去关啦。啊，恁囝是犯什么罪？我囝无罪啦，伊是冤枉的啦。但用掠去关的人，大家若讲伊冤枉的，甲侪讲伊真的对吧？无啦，伊真正是冤枉的啦。因为伊吼得罪着一个人，迄个人吼去迄门甲告讲伊吼去共做贼啦，冤枉伊啦。结果吼，迄个通判大人吼收迄个人的钱，硬甲阮囝判有罪啦。真正是安尼吗？金啊，你即马有啥物拍算？无办法啦，我即马吼要转来去看有钱无，赶紧甲阮囝救出来啦！这个通话真正有够夭寿呢。阿兄，你莫生气，啊，为弟你也无想要做啥物奇怪代志啊，咱莫怪伊，事行来转，敢若甘露的转，咱长山过台湾，代志也甲办好完。这个通话哦，我要甲掠起治罪。春啊，在，找一间客栈住落来。是。给我菜碟。好。叫我这是你的房间啦吼，啊，恁小妹咧隔壁间。好，啊无用做你啦。啊，若有啥物事啊，才一两家吩咐。好。咱即摆有所在通住，春啊，开始来调查迄个通判。阿兄，咱即摆是去黄马国，啊，身躯边嘛无一边一卒，会当证明咱的身份。就算讲有迄通判的罪证，咱嘛无依法。哟，春啊，安尼咱即摆要安怎啊？做结啦，较早是拢服侍你千万社的大条，啊，即摆竟然，老社做在天之灵人知影，唔知要偌伤心的。咱啊，姐，啊，吃这个公仔牌啊，你看要放会对？姐，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大孙仔即马已经无可能搁再来服侍因带家祖先啊！我即马该服侍起来，早暗我要点香敬拜。袂用的啦，啊，咱家己的厝内面，免来使拜别人的祖先啦，安尼对咱无好呢。老社祖是咱的救命恩人，假使若是无老社祖，就无咱家弟啊。老社祖用要讲，是咱的再生父母，我安尼甲服侍起来，我相信咱5家祖先应该是会见谅才对。好，莫怪这个区台长啦，真正有够卑鄙的。表面上，讲要甲咱清源社讲好啦，其实私底下咱上空上芳，要甲咱清源社食掉啦，真正有够可恶的啦。汉啊，小等有代志我要处理一下，大孙仔有你照顾，我咧交代哦。大孙仔来我咧见阿片的时阵，你特别爱家注意好，唔通互伊伤害到家己，吼。我知影。敢甲我硬吹？
印字的，你无想要活下去？看啥？你做咩代志啦？都在千万下嘛是安尼做，我无做唔对啊！千万下是千万下，即马这间店是阮管理员的，我照管理员的规定啦。啊，你若是无愿意做哦，做你死头咯，无人该留啦。啊不，你哦，实在有够好当的呢，他对阮大叔兄因吹因气，你咪怕你死！阿叔啊，不要紧嘛。哥哥你。新主人新规矩，下骹手人都一时袂惯势。为什么你用迄讲的嘛？你是安怎大你去骹动手？阿坤啊，有听到无？拍狗都爱看主人。千万下个姑娘伫遮，你又敢乌白来啊？哈？大叔兄，你去学袂记啊？这只嘛是咱军医院的狗呢。哎呦！啊，我煞叫放袂记呢。哈，姑娘，真歹势吼！既然甲是阮家的狗，别人破，迄是阮的代志。阿坤啊，拖入去。是。姑娘，阿舅。哎，姑娘，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相信你袂插人的家难事啦，哦。姑娘，你稍等一下。你下跪我跪。姑娘，你稍等一下啊。来啊！姑娘，下跪。姑娘，院主，你落去。是。想袂到你会来，请坐。副大长，你这少年！哇，姑娘，你安上啥？你敢要会记你军医院甲千万社是安怎达成和平协定？你敢要会记你一家庭表情？你同正人来面头前，你是安怎照做的？我姑娘，你讲。我讲军医院甲千万社从此以后，苦下干戈为国别，和平相处。我若讲袂差，愿意是5年决定。我一个5年决定，你照我所讲的话，倒一项你做到？我并无适应啊，我逐项嘛做甲到啊。你逐项嘛做甲到？你吞掉千万社，安尼叫做和平相处是？自从甲千万社和平协议以后，我讲唔歹甲一兵一卒去扰乱千万社事，我敢有对千万社动刀动枪手？无对，既然甲我就是无破坏和平协议。现在我合并千万社，若要怪呢，怪我错定你家己无重视。我今仔也无该合定，千万社早晚也会叫伊败了了。你强迫，虽然讲你无用一兵一卒，你无动刀动枪，啊，不过你的少年手段，你看爷爷千军万马，看爷爷炸药甲火枪。大长，我今仔总算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讲这话，我听的是足艰苦的。你家己详细想看卖，错紧，若是一天无食阿平，伊就爱死。我若无该接受，别人也是共阮会该接受。我知你对千万社的感情，好，我无想要让你伤心。我愿意将千万社所有的产业拢献出去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
意将清源社所有的产业拢行错尽。你讲什么？我讲我愿意将清源社所有的产业行错尽。我无心情甲你滚算账。我嘛无甲你滚算账。坦白讲，以我昆医院的这个财产，我食3代我就食袂了。清源社有甲无，对我来讲根本就无关系。只要你若当欢喜呢，我愿意将清源社所有产业行错尽。你有什么条件？我无什么条件。我唔相信，天下会无遮好的代志。要有你讲，我要提什么条件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答应我什么？柯元祖，咱拢毋是三岁囡仔，你心肝内咧想啥？我真清楚。咱就免当坐我角啊！我答应给你，来换迄张梁图书。安尼，我就是介意你这份个性。这张就是错定伊所签的梁图书。你，安尼，我是希望讲你会当记。也若是讲用压迫，但用强迫的，连我家己都看不起我家己。来，你记，我希望等甲你欢喜甘愿的时阵，我才向你求婚。柯元祖，我需要搁再讲啊！我知你即摆心肝来真急，急要倒等于重整清源社。你请，大恩不言谢。柯元祖，你的情义，我会记在心内。你是将我当作公人心？是安怎是？这张图书顶面根本就是阮大孙兄签的名。你是安怎受这个办法？你跳讲要来骗我？这张图书就错变签呢？是安怎是？我伫清源社住1、20年，阮大孙兄的笔迹，我一看就知影，这张梁图书根本就是假的。这张梁图书是假的？那哪里真是在倒位啊？这要问你家己，柯台长，你真是足卑鄙，我看袂起你。不，关键。阿郎，阿郎，打出来！阿郎，柯元祖，总管处理程序。想要到清源社目一年，你就放弃。大孙兄，咱活伫咧军医院这边哦，还是活了条定。若毋是半路走出来阿南啊，即摆总管是我啊。大孙兄，敢讲你也搁咧小想要做总管？总管？哼！那我阿某啊做总管哦，伤过委屈啊。尾我就要做社主，
做演主。阿蒙社主，阿蒙演主，到迄个时阵哦，唔通袂记小弟啊，我阿坤，甲我斗牵成者咧。你放心，你若好好缀我身边做代志，以后的总管哦，就互你做。感谢感谢。哇，我手啊，阿手啊。是咱规园的总管来啊！阿峰社主啊，我替你去灌酒。总管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只要对我就好，无需要来这套。大师兄阁真闲，有时间才啉烧酒。我看演出这个位，互你做较好。无喏，上想要做演主的人，毋是我，是你。走，你走啊！你予我迄张梁大书，是毋是带进新西山的？是啊，是安怎是？是安怎？吴元英讲迄张是假的。伊应该卖啊，敢会是吴元英看唔到去？伊会看唔到，伊就带进身躯边遐尼久，甚至伊才会足清楚的。我相信伊。总管，迄张梁道书是你交予师傅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是毋是应该交代予清楚？我签梁大书的时阵，干那阿秋爷甲水莲在场，这梁大书是因交予我的，假使若是有问题，那是因两个有问题啊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阿秋啊，水莲，恁看我详细，这张梁大书是毋是蔡金签的？我唔捌字啦，所以讲我唔知是毋是张良。水莲，你呢？水莲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回答演主的话，免有帮我白菜。是这张无唔对。你白贼！这张明明是假，你还阁想要暗卡？你既然甲伊讲白贼，一定是你的变鬼，老实讲出来。水莲，这件代志真严重，唔通乌白来讲。听了吗？总管，你免甲交代遐多啦。我水莲甲你讲就好啊。水莲，你讲，迄张真的是毋是你换去的？我无换走啥物件，我嘛唔知影倒一张是真的，倒一张是假的。哦，你既然敢唔讲，我一定会叫你讲。阿入去。去。讲，真正梁大书在什么所在？你若讲，就免讨赔去。我真正唔知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。